阿公你。哎，你们没有求阿公一下说阿公，你给他马布里，阿公你那个接错了说。胜利，阿公要胜利哈，胜利哦，他赢的都给他。那你们要给他奖励？哦，这样哦，那你的奖励要给阿公哦，要不要？好，刚刚我到哪里去？好，注意听哦。星星那里答对了。福拉是什么？月亮。福拉。叫月亮。对，月亮。鸡蛋儿。最后一个音是那个鸡蛋儿。太阳哦。还有一个福伊斯的音，怎么这个又跑到你们的手上？哦，这个不要动了啊，这个不要动，这样没有办法哦。好，专心。好，嘎嘎拉yan，天空。哦，好，天空嘎嘎拉yan，好，还有比路你的，很重要哈。来，那个等哦，你要记住，比路你的，对，这个很重要哈。对。你手上有没有读那个我们幼儿园的书？没有。好，到时候我把它做出来，我再给你看。啊，你要认真念哦，好不好？好，很重要哈、妈咪要上班很忙呢。好，阿赖，来，什么意思？谢谢。对，阿赖用，再见。对。来，你要上班了，要往这边走。过来。好，做好吗？哦，妈爹不要你过，妈爹都不会过。开始念，是叫你看哪里谁回来谁干嘛？这样表示没有很专心嘞，对不对？不专心啊！你上课就是这样啊，怪老师都说你都跟不上同学了。好，很重要哦，来告诉我，刚刚我有讲过了哈。你有一种月亮怎么说？腐蜡，好，要每一个人讲一次哈。腐蜡，对腐蜡，对，腐蜡，很好，妈咪。腐烂，哦，不是腐烂，腐烂，腐烂。哦，好。迪路你给的很重要哈。迪路你的，迪路，对，迪路你的是彩虹，啊，要很正确哦，不能随便拨弄情绪哈。迪路你的，对你先听哈，下一次有书了，你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了。好，李奈，马乌拉杜，马乌拉杜。下雨，马欧拉，下雨了，所以要怎么样？要还会给读吗？李奈，